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国内无增加确诊病例，另外也针对去过欧美国家民众，疫情指挥中心有新的在家检疫规范。台湾的防疫受到国际肯定，富比士杂志也列出7位优秀的查甫国家领导者，总统蔡英文也包含在内。法国伫5月11过后会大大解除封锁，英国对于防疫措施暂时无变动，西班牙伫13开始也让制造业开始复工。今仔日伫咱国内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不过千万唔通大意。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4月18开始，若准入境的民众伫过去14天内捌去过欧美国家，伫咧上飞行机进前就要提供符合在家检疫资料。若准处理有老人囡仔、慢性病患者，或者是无独立的空房，入境了后就要住防疫旅馆。国内有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暂时无新增加确诊个案。这是自3月7号了后，隔36天各一摆零确诊。今天有确诊零，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他现在就已经好，但我想说，我们就有一点小确幸嘛，哈。为防堵疫情，台湾为3月19开始，所有民众为国外入境了后，拢要配合居家检疫14天，为过一摆确保国内防疫安全。为4月18饭店开始入境民众，确实过去14天，也就是4月74饭店开始有欧美旅游史，坐飞机进前应该主动出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资料。确实更大人有65岁以上、6岁以下囡仔、慢性病患者人，而且无专用房间的人入境了后，应该带入防疫旅馆，那些无实在会被开发。目前呢，房间数呢已经超过6000间啊，而目前的住宿率能够进驻到防疫旅馆大概入住率约30%所以在房间的供应数呢应该都够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的部分呢大概已经超过2500多家那会比较数量的需求会比较多。观光局表示，已经在台湾陆续帮建立防疫旅馆专区，当期公开防疫旅馆差不多11间，其他无公开业者会用伫陆续帮直接联络地方窗口，由县市政府进行配合。另外，催安市名制除了原本大人的催安以外，也要示范网络买4到8岁囡仔入体催安，为23开始会恢复囡仔买催安年岁限制，爱摕有16岁以下健保卡才能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防疫一直受到国际肯定。美国的富比士杂志搁伫官方网站出文章，而且有写到7个伫防疫当中表现真好的查某国家领导人。咱的总统蔡英文就是其中一个，向俄罗讲是上早开始对抗疫情的。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各国抗疫表现也受关注。美国富比士杂志最近就伫官网刊出文章，表示全球抗疫表现上好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女性领导人。总统蔡英文也伫其中，甲德国总理梅克尔等7个人并列。富比士介绍，蔡总统时更加直接俄罗斯上早开始对抗疫情，动作也上紧，表现互 CNN 拢肯定是世界上上好的应对措施。其实总统认为呢，这代表的是台湾的防疫在世界上广受肯定。我们相信这也是台湾在两性平权的进步价值上的一个体现。台湾防疫表现受肯定，蔡总统强调这是政府同齐一心的成果。即马国际援助也继续，头一波700万片催安，去到欧洲了后，外交部宣布第2波将关乎北欧甲中东欧地区疫情严重的欧盟会员国130万片催安，具体落实台湾会当帮忙的力量。北欧的瑞典跟丹麦，还有东欧的奥地利、斯洛伐克跟斯洛维尼亚，另外还有跟北欧就是交通运输动线攸关的。波罗的海相关的国家。另外，菲律宾几个城市地方政府也向咱国驻菲代表处请求提供催安帮助遇害人员。所以第2波国际援助也将提供菲律宾30万片催安，其他新南向国家也有数万片。根据消息指出，载运催安到菲律宾的政府将由中营航空负责。另外，侨委会为了协助侨胞抗疫，委托台湾厂商制造10万片的保催安，近期也已经陆续寄往瑞士、法国、英国、甲巴西等地。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最近伫咧做催暗外交，说因为送物资的华航因的飞行机的身躯顶印有 China Airlines， 说互外国人认为讲是中国伫甲因帮助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也讲，爱互世界看到台湾甲中国无共款。针对着这款特殊的物资，华航日后也会挂印的商标，避免混乱。 最近台湾真拼死咧做催暗外交，用中华航空在催暗去世界各国的时阵，其实面顶写的煞是 China Airlines。催暗飞机啊外口虽望有满满台湾 can help 的字，还有国旗，不离个另外一边所华航的旗啊，惊讲的风国会是中国的援助。上面有我们的国旗，有台湾 can help， 这样子非常好。华航就不要凑热闹。 旁边还挂一个它的标志，以至于弄成混淆。苏贞昌要求讲减少华航 China 的字，加增加一寡台湾的元素。华航嘛回应讲，以后执行国家运送医疗物资，无得到会主的同意，未来进行商业宣传，嘛袂伫咧会务面顶电视公司的机啊。即马国内嘛出现讲华航归期改名的声音，不离个华航改名牵涉到国际航权，有立委认为讲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较我中国迄边到时阵的红调。在国际民航组织在过去包含要求机场把台湾证明成中国台湾城，所以 ICAO 是一个比 WHO 更 pro China 的一个组织。那跟 ICAO 相关的东西一定会被刁难得更严重。长远的华航改名，涉及航权及其他种种因素，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但应该让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标志台湾，这确实是应该要努力来做的事。 苏贞昌讲，即马这个阶段优先显示台湾援助国外的标志是上要紧的。若是华航今是要改名，牵涉的范围真宽，嘛影响到国际航权，可能毋是短时间以内第当完成。毋过有另外立委认为讲，华航就是国际民航公司，佮要改名宣示，可能会甲政治问题有关系，应该尊重华航甲交通部的处理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市政府是走大省，第11推出徛名制催暗贩卖机。虽然来排队的民众有较少小可，不过一个人摕几多张健保卡来买也是袂付起。敢法度伫台北市的行政区内拢安催暗贩卖机咧？因为副市长也讲，机器爱有够，中央资料库收集爱顺，催暗数量爱有够才有法度。 今仔这催暗发卖机伫咧台北市信义健康服务中心开始试办，拄11开始到14下晡，排队的人有减少，若像符合市长挂问题的期待，不离个要买催暗，也是需要有人伫边仔来斗相共，引起外界质疑讲，也是需要人工。不顺道看到才买，所以蛮方便的。其实这样的机器。 台北市政府回应讲，等若大家机器较熟的，人工就会当减少。若是3台催暗贩卖机，逐工总共提供900组的催暗。资讯局报告修正作访，拄拄卡排队的动线、资讯协队，还有超额来卖等等的问题，资讯局拢会豆豆优化解决。毋过针对官问题定目标，后礼拜要伫咧12个行政区全部拢有。副市长的态度是真保留。朝着市长的一个给我们的指示，那第一个就是贩卖机的这个机身这个本身要足够。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中央的资料库的借鉴。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口罩的数量，不是只有机器去了。 蔡炳坤指出，打开始要买催暗，爱用1分20秒的时间，后来40秒就会当完成，差不多是一半时间，会拍拼来克服困难。50个行政区拢有，毋过资讯局该评估。1个礼拜后进行相关的评估，然后才会纳入我们12区里面的扩大落地的具体规划的计划里面来，会依我们每一个健康服务中心真正场域场勘后，会有1到2台的配置。 若是4月13日手出现，毋但会当伫咧贩卖机买催暗，嘛会当伫咧中央医顾系统订催暗的1张卡片相并用的状况。蔡炳坤解说讲是时间差的问题，医顾是要买后一期催暗，并无冲突。记者综合报道。 若准有参加卖催暗的药局，拢爱照卫福部的规定，一日上少爱卖2点钟。不过，伫高雄有一间药局已经卖2点钟啊。伫咧催暗系统顶头显示讲，这间药局阁有1000袋催暗，却因为民众无伫因指定的时间内去买催暗，就去互民众家检举。也因为伤过忝头，全台湾已经有240间的药局申请不要阁再配合卖催暗嘛。 你的意思，电脑上有，我们不要活的，一直卖口罩，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因为补班卫生局客家人员爱药房继续卖催暗，药师的妈妈甲客家人员起冲突。高雄市三民区这间药房，
伫咧门口打广告，逐工下晡3点到5点开始卖，卖完为止。民众看到网络的资料，还有1000外的喙罨的库存，就继续排队。看到药房无要卖喙罨啊，转打电话到卫生局检举。像我们到6点多要用餐嘛，就说那我们现在用餐要休息一下。对，那可是像我们昨天的话就逼着我们说，你要卖口罩，为什么不卖啊？你说真的药局一间药局，你说叫他一直持续卖口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们觉得这样正常吗？昨天会剩下1000多份的这个量，那民众看到有这个量就去，因为他说售完为止。那中间有一些误解，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想说，药局也真的是非常辛苦啦。药房的卡手无够，还阁因为伤忝跋倒，规分数几个所在测着伤。按卫福部的规定，因已经有卖喙罨2点钟啊，嘛希望民众会当加一点仔同理心。药局卖喙罨，希望唔通做甲流汗，阁风险甲流烂。即马全台湾有240间的药房申请卖喙罨啊，其中有7间伫花莲。有的是年纪大，有的是因为不长期的这种业务太大哈，造成他不堪体力不堪哈，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承担这个业务。咱大家都皮皮错啊，停卖对百姓家迄个嘛是艰苦，嘛是真无好。花莲县卫生局强调，无要卖喙罨的药局是伫花莲市吉安乡、凤林镇、光复乡甲永利镇部分的药房。北区的药房较侪，也无啥物问题。南区偏乡的民众建议会当尽量利用网络来买喙罨。卫生局嘛会加开35个巡回医疗店来卖喙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违反在家检疫的规定是一再发生，伫家人着大家新妇甲2个孙都对美国回来，伫在家检疫期间，大家出现病症，已经伫家人的在地病院采检啊，想袂到检验结果就还未出来，这4个人就坐车去台北市去看医生，也因为违反规定，大家新妇拢总共罚170万。出现违反地处检疫个案，家人一家4个人。大家新妇甲2个孙，地处检疫期间却出去拍拍照，而且无顾当地卫生局的苦劝，私自坐车前往北市就医，成了防疫空棚。大家新妇2个人共重罚170万。采检报告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移动了，是属于高风险的移动，所以这就绝对要禁止的。嘉义市卫生局表示，这一家4个人3月19为美国回来，依规定需要地处检疫14天。检疫期间，60外岁的大家出现发烧、身体无爽快，通报了后，家人卫生局安排当地病院体检。也毋过，隔2天已经是坐轻的长者往台北市病院检查，并且带新妇甲2个孙前往。当时卫生局把苦劝妇女人讲，采检的结果还未出来，千万唔通外出。结果检验结果是阳性确诊。嘉南卫生局认为，这名妇女人态度无好，那是违反地处检疫规定，也个有传染的风险，重罚100万。新妇检验虽然是阴性，也毋过违反规定，也罚70万。也毋过指挥中心表示，这名个案疫调已经真久，无防疫空棚的疑虑。在疫调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厘清，200号以前的大概都过了我们的潜伏期了。第3月初，一名为厦门回来的台商，无依规定地处检疫。当时，伊为台北一路往南，准备为小港机场出境，被警方抓落来，成为第一回和台北市政府重罚100万人。行政执行署表示，因为已超过期限无缴，已经对伊限制出境，并且查封不动产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这个议员呢，他有逃匿之余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发函给内政部移民署，还有相关机关，把它做个限制出境跟出海的动作。另外，伫桃园29岁姓李的台商进前为厦门回来，继续配合政府地处检疫，试图外出拍拍照，也予桃园市卫生局罚100万。伊捌提出诉愿，强调家己是一个人大，需要出门买物件，不得已希望会当撤销罚单，也毋过交代期限4月10日，因为无落罚款，向移送执行署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欧洲的疫情。法国是延长封城令到5月11日，日后可能会豆豆放零限制。另外，英国政府是强调讲，目前未变动任何防疫措施。也若较退休的西班牙是温泉制造业甲营建业者，伫13了后开始恢复上班。武汉肺炎疫情伫咧法国军告，13累计确诊被138000例，14967个人死亡。因为疫情还未控制掉咧，总统马克宏宣布，要搁一届延长封城令到5月11。Le 11 mai prochain, mes chers compatriotes, sera donc le début d'une nouvelle étape. Elle sera progressive.
Les règles pourront être adaptées en fonction de nos résultats, car l'objectif premier demeure la santé de tous les Français. 马克龙表示，5月11日后，法国会豆豆放量封城措施，到时阵学校甲教堂会豆豆展开，而且会对所有出现症状的人进行普遍体检。另外一方面，附近的英国政府嘛表示，即马这个阶段未考虑解除封城措施。英国13累积88000外例确诊，11329例死亡。I should say we don't expect to make any changes to the measures currently in place at that point, and we won't until we're confident as we realistically can be, that any such changes can be safely made. 若是欧洲重灾区的西班牙，13疫情受降低趋势，过一天确诊增加3477例，是3月20以来上低，累计确诊17万例，17489个人死亡。马德里政府放量部分限制，13开始允准制造业、营造业者登去做工课所在，而且伫咧地铁甲火车头附近来喷水暗。最近受到真侪争议的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已经告武汉肺炎的致死率真悬，各国政府放量限制应该较谨慎，而且要放慢，而且伊嘛改变之前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部分，强调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上大的贡献国，希望美国会当继续资金援助 WHO。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美国到达已经超过58万人感染，23600人死亡。不过，伫美东时间13迄天的记者会，总统川普对外表示讲，因的感染人数甲死亡病例已经伫咧下降啊。当中证人因为防疫措施伫咧骂政府的时阵，白宫也用地方首长俄罗川的影片来做回应，所以引起现场记者甲伊口舌。When you do good things for my state and you're a good partner, I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say you're a good partner. 过去几礼拜以来，疫情严重的几个州伫接到联邦医疗机关时，州长拢无分党派暂时放下以前无共款的意见，拢俄罗川普。白宫伫13记者会上将这话直接报送，后备州一直批评川普的媒体记者，唔知要如何是好。You bought yourself some time. You didn't use it to prepare hospitals. You didn't use it to ramp up testing. Right now, nearly 20 million people are unemployed. It's so disgraceful the way you say that.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 time that you bought? Look. You know you're a fake. You know that your whole network, the way you cover it, is fake. 要针对部分州政府要家己协调恢复经济活动时间表，川普强调，宪法副总统最后决定权。不过有宪法学者指出，经过第10修正案，总统权限只限在联邦宪法明文规定的部分，联邦部规定而州法无禁止的，就是州长的权限。这未来是不是正做宪法争议，爱国观察。也有因为580多名官兵确诊，去关岛基地进行隔离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传出这件随手死亡案例。准备轮值出境的航空母舰拢爱进行必要隔离。而大西洋杜鲁门号取消扩航计划，直接伫海上准备。伫日本的维根号是分别去东京的行田基地、甲静冈的后部基地接受隔离。检疫通过了后，才能上船出境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台中有一个水电师傅接到一个生理，是厝主请伊去抓漏，毋过甲厝主见面了后，这个厝主甲伊讲，我当咧在家检疫啦。这个师傅呢，听到规个面就撩起啊。毋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检疫者或者是隔离者无出门，目前是无法可治。挂 N95 的喙暗，但是虽然面已经出现喙暗的痕，不过也是唔敢摕落来，因为13接到客户的要求，去客户因兜抓漏，想袂到去因兜了后，厝主才讲伊当咧居家检疫当中。吃早餐，他都没有带了，他已经第13天了啦，应当不会了啦，不会确诊了啦，要是有确诊早就会发生了啦，已经明天就到期了，不会啦。但是是惊一条，不过对方阁笑讲是第13天，差一天无要紧，互伊实在感觉真烦恼。伊讲这个居家检疫的厝主，抓漏的工程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啊，进前拢是员工去处理的。不过13伊家己去，甲问了后才知影伊当咧居家检疫。即摆但是嘛爱自主健康管理，都惊影响到工课。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对厝主这款的行为，还阁无法令通好裁罚。那目前法规只有针对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疫的民众，如果出外离开家里面到外面趴走，定有罚则。那目前这个民众的这个情况，目前是没有法规适用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开罚。
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民众伫咧4月初一登来台湾，居家检疫的时间到14，因为法规敢若针对居家检疫甲隔离的人有限制。这个厝主无出门，所以无违法。不过，不少民众认为，伫咧防疫的期间，若是有这款的需求，也是爱先甲对方讲，互对方做防护，才会当降低感染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3月23妈祖生路，也因为受到今年疫情的影响，真侪庙宇拢取消进香活动。不过，真虔诚的信徒也是去庙里甲妈祖接受。亲像伫台东的天后宫，也对信徒人数进行管控，避免大家拢客做伙。超过100年历史的台东天后宫，头一届伫咧妈祖祭期间进行人流管制，演过对内殿拜甲广场的拜道，即马敢若伫广场大布棚放60张尔，则是开始管制。同一时间，入来庙前广场限制伫咧500人以下，入来大殿控制伫咧100人以下。信徒拢表示真愿意配合。宫变到拜到外口遮，因下底人就去拜一个安尼。就配合现在的状况来做那个庆祝也很棒啊！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妈祖祭取消各种大场的法会，还有暗会，嘛拒绝团体进香。不离个妈祖庙4块位的店家嘛，因为人流减少，生理去受到影响。北港朝天宫就因为防疫的关系，人流减真济，影响到4块位的糕饼业，业绩减真济，各有原料库存消化压力，业者根本袂堪住。所以它是靠游客的伴手礼来维持的话，所以只要是外来客降下来的话，它的那个业绩已经大降了，所以再加上说这些现在这个疫情上面的话哈，几乎都已经没了，降下来也差不多90%以上的那个业绩啊。全国各地妈祖庙为着防疫，拢减少规模来办妈祖生的活动，互庆祝活动比演过减真济，互庙内外人潮拢减真济。嘛，因为防疫的关系，互信用甲4块位的商业行为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大卡溪水头的德基水库，因为春天雨水伤过少，伫14这天已经降到这几年上低水位啊。内山的居民也烦恼讲，敢会影响到平常时啊要用的水利。不过台电大卡溪发电厂表示讲，这毋是上低水位，目前已经有调度啊，未影响到民众。水面上即寡悬悬低低的岛，原本应该拢是伫水面下的山壁，即马煞拢走出来啊！互人料想袂到，这个所在是中部真重要的德基水库。雨沙太多了，根本装不了水，而且2月份还有水，3月份就真的很干，干到真的30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当地居民讲，德基水库的水位遮尔低，真正是真罕哩快，因为淹过水位大部分拢维持伫咧高点。毋过今年因为春季的雨量真是少少啊，麻烦了讲用水可能会去受到影响。大家溪发电厂表示，今年的水位也阁毋是上低点，目前调度阁有够。是比往年略低一点哈，台风带来的雨量哈会储存起来，然后是慢慢再依据水源调配来做使用。大家溪发电厂表示，德基水库10时的水位是1369.04公尺，存落来有效欠水量的24.2%。毋过，说落来风台季节过了后，超伫咧10月份，水库拢会欠水到满水位。通好供应互下半年度的用水需求，除了用来调度发电，落去水尾的水嘛透过石冈坝来做灌溉分配使用。包括大安溪水系的鲤鱼潭水库，还有德基水库就是大甲溪沿线。那另外还有乌溪沿线的这个取水的地点，包括春耕用水站，还有民生用水，还有产业用水，都是可以满足的。水利署表示，到目前为止，中部地区也阁无明显落雨的趋势。虽望德基水库的水位已经到极点，毋过透过区域调度提供民生所需的用水，估计到5月中，中部的民生用水拢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水分明。南韩的国会大选伫15就要举行啊，而且这回有法度甲疫情压落来，也互总统文在寅的声势一声就爬起来。南韩伫咧顶礼拜也提早举行无在籍投票，投票率也创下新高，就连确诊的患者伫病院内面也拢有投票。新年一度的南韩国会大选15将如期登场，全国设置3500外的提前投票所，顶礼拜6初11顺利进行不在籍投票。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场内外彻底消毒。每一个选民拢爱挂喙安，超过37.5度会并且到专用投票区。投完随进行体检，每一个人也拢爱挂喙安，严守安全距离。使用现场发的用了随弹条的手套。这摆事先投票率达到26.7%，履行历史纪录。当局规划4月15日晚6点，正规投票结束后，搁由地处隔离者进行投票。那呢3000多名正在接受治疗的确诊患者，加900多名医护人员也会当到新城投票。选委会伫各疫区的治疗中心，分别设伫8个户外投票站。 투표를 못할 거라고 생각하고 있어서 되게 아쉽고 그랬는데 지금은 이렇게 투표할 수 있다는 거 듣고 나서 되게 나한테도 우리한테도 투표할 기회를 주는구나 싶어서 확진자들의 주권을 포기하라고 할 수는 없는 것이고 또 그렇다고 해서 일반 국민들과 함께 투표하게 되면 감염의 위험이 높기 때문에 부득이하게 격리된 시설에서 직접 투표할 수 있도록 2月底大区甲庆尚北道出现大规模团体感染，万影响文在寅的支持率。也毋过当局大规模体检甲早期隔离政策有效，最近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维持伫40例以下。民调机构 Reuters 13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支持度再度升悬到54.4%，创17个月以来新高。选民伫这个时阵也偏向保持政局稳定，和执政党占优势。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日本。日本到今的感染者已经超过7700人。地方政府也采用无同款的防疫措施。伫咧当家若准是隔离设备不足的时阵，就甲病情较轻的患者刷去隔离病房。另外，伫咧新内村也甲体育馆改做临时的收容所。捌来收容这块因为网络咖啡店关起来，煞无所在通好去的民众。 中国官方在今日公布有86个病例是对境外入来的，其中伫乌龙港地区的病例却是加真侪出来，可能是对罗西拉来的一寡人会影响到中国。另外，中国官方也宣布讲，因的疫苗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 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上新确诊数89例，其中86例都是境外输入，尤其乌龙港79例占上多，来源于俄罗斯境外移入上严重。确诊病例 89例，其中86例为境外。其乌龙港甲俄罗斯边境的水分河市疫情严重，到10时为止，境外移入病例超过200例。水分河市也加强河口防疫封闭管理，甚至各用举报奖金人民币3到5000块，鼓励民众协助防疫。在口岸增设了这个2个采样方舱，并且呢抽调这个专业人员呢，组成了10个采样的工作组。新冠外来输入的病例啊，多数是在国外这个经商做生意的。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伫武汉雷神山病院14载起已经清空，最后一批患者已经转院，15开始关起来，佮宣布雷神山已经完成宿命。新冠肺炎阳性的病人，雷神山已经没有了，被清零了。而且今天转走的4个病人是重症，他是新冠肺炎已经好了。目前呢，已经有3个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根据 WHO 资料，全球70多种疫苗研发当中，中国康信诺公司进度超前，官方也宣布有3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另外，中国最近的国际援助却一直有品质出问题状况。最近伫欧北查到，为喙暗内层竟然是卫生纸。为了产品一下子，实际上这是用卫生纸代替的。这派会已经被荷兰、比利时等国家退会，为机会官方14日下令停止北京、凯迪、区块链、爱博达科技2间防疫用品公司出口，强调部分企业因为品质问题被国际退会，严重影响国家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一步差就步步错。伫世界上，互核能吞踏上界严重的车诺比核电厂边发生森林野火，这个大火是连续烧10多天，拍都拍袂花。而大火伫咧烧，可能会甲辐射污染引引出来。虽然乌克兰政府讲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啊，不过当地环保团体说讲，实际大火面积恐惊是政府所讲的1000倍以上。看过去猛火散雾，规片的树林全烧了了。消防人员是紧挖进火场，想要把火拍互花，甚至是插树想要阻挡火势。不过这效果敢若有限。
乌克兰最近发生森林野火，起火点附近就是捌发生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核能灾害——车诺比核电厂遗迹的附近。野火伫咧4月初对核灾禁区西部开始倒，到达已经烧超过10天啊！乌克兰政府出动超过300个消防人员，6台直升机，也有飞行机去拍火，而且表示这阵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不过，绿色和平组织俄罗斯分部指出，情况是比乌克兰当局掌握的要更加严重。绿色和平组织用卫星图像指出，当地至少发生2个火灾，上大的火灾场这阵烧掉的面积已经有3万多公顷，甚至是比台北市规个面积也更加大。使人烦恼的是，其中一位已经烧超过12000公顷，离核电厂的位置只有1公里远。Радионуклиды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в лесах, в древесине. И древесин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акже загрязненной.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и горении радионуклиды вместе с дымом, продуктами горения переносятся ветром.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цезия-137. 绿色和平组织的讲法并不是空嘴报纸。野火拄开始烧的时阵，乌克兰国家生态监测服务局的局长就要去火场附近来测辐射的数值，结果发现这数值比正常值更较高16倍。不过政府否认这个讲法，强调禁区辐射值并无出现变化，首都基辅附近也无超过自然辐射的数值。警方表示，发生森林野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人放火，这阵因已经抓到一个嫌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批评 WHO 卡压中国，讲要来暂停资金的援助。总是咱拢知影讲，君主一言是驷马难追。WHO 秘书长谭德赛却是落软讲，希望美国会当继续提供资金。不过，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因表示讲 WHO 已经变作中国共产党的分选工具，主张中国的 WHO 会员身份爱奉听权。美国也要予台湾来加入来对抗中国。咱台湾的卫生医疗团体也要求谭德赛就要落台。WHO 近来争议不断，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一份简报，批评中国伫初期对武汉肺炎疫情稳定不保，欺骗全世界。WHO 甘愿做中国共产党的分散工具，主张中国的会员身份应该被停权。WHO 爱随接受调查甲解决，美国应该努力让台湾加入 WHO， 成为对抗中国的力量。美国参议员柯顿更加认为，美国应该寻求法律，让中国为疫情负责。Opening the court system up for victims of the virus, much like we di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9/11 attacks. 柯顿进前特别呼吁美国随行动，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支持并且促成台湾加入 WHO。美国总统川普初十特别批评 WHO 偏向中国，表示要考虑停止金援。也不过 WHO 秘书长谭德赛就安尼态度放软，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大的贡献国，希望莫停止资金。I hope the funding to WHO will continue, and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is very good, and we hop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近来谭德赛因为批评台湾对于人身攻击引起论战，台湾跨党派甲各大医疗卫生团体则是共同发声要求谭德赛落台，强调 WHO 受中国控制，防疫政治化，用尽办法打压台湾。Health for all, WHO for 台湾有错吗？谭德赛呢？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当然，中国是一个后面的延误者。原定5月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目前会议状况无明朗，台湾已经连续3年无受邀请。因为团体强调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台湾肯合不那是口号，全球防疫台湾也未只顾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我行协助运送防疫物资到世界各国，却因为飞行机的身躯顶泡 China 的名字，被当作是中国来的飞行机，而且中华民国翻译做 Republic of China， 却因为 China 的字被外国人当作是中国人，也因为安尼，民进党立委拢总有17名联合提案，被修改修法，要来修改咱翻译的对外名称。
武汉肺炎疫情拖全国际，台湾展开人道救援行动，提供催安者抗疫物资，援助疫情严重国家展现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受国际肯定。所以因为英文译名 Republic of China 被部分外国媒体误会台湾是中国，美意拍折扣。民进党立委正式提案，要将台湾的对外翻译国名正式去除 China 字样。我们就叫中华民国嘛，哈。那如果改成 Republic of 中华，其实就是直接翻译过来。当我们伸出援手帮助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常常还会被误认，或者会被有心人误导。以民进党立委林怡敬为首，17名立委已经完成联署，提案政府应该马上将台湾对外翻译名号去川下改为台湾，或者是中华。暗过有内亚立委质疑，民进党想要修改英文国名，规避宪法，适法性问题，甚至违宪纪律。台湾护照方面是不是比较办理，将川下字样剔掉呢？我也觉得民进党应该要修宪，直接把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啊！台独党纲的规定就是这样子，那又何必拐弯抹角、遮遮掩掩、绕来绕去？涉及到这个立法院本身的一个讨论啊，所以如果说各界对这个有共识，不论是对于新的名称怎么称呼，或是对于译名应该要怎么改，我们作为一个执法的一个机关，我们都自当来配合办理。外交部表示，民国92年开始，就伫护照加入台湾，甲中国做出区隔，要改变护照方面名字，英文译名这声音，外交部拢尊重，外界若受修改共识，会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国内往来无法度消对中国去。不过，屏东县政府说是摕到日本600栋的订单，在今日下晡要运送出去头一个货柜啊。农委会也表示讲，会协助咱的农民找找更较侪外销管道。一粒一粒往来，由合作社精心挑选出来，要外销日本。除了爱确保运到当地多是9分，佮爱重视检疫。农民将往来买整理清气，佮用喷枪将可能附伫顶悬的海棠给喷掉。过去往来外销97%是销去中国，即摆引别甲日本，农民拢真期待。那这个当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也是至少我们除了做中国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进一步的可以去做日本，用这个机会去提高它的辨识度，让日本人知道说我们台湾的凤梨是经济实惠。屏东县政府用2月时间，甲日本大型连锁超市CU参详，摕600栋的订单。10时下晡第一个货柜伫县府建设之下，丰柜启航。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一个外销的通路，那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效果。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产品销去中国金额明显减少，不过到其他国家增加6亿。农委会认为，就此应分散风险，多奖励海外脱销，和这段期间外销国家第一位为中国变成日本，各以往来上明显。如果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让整个外销市场就可以直接改变依赖单一市场，那这个是最好。所以我们持续的加码，农委会在补助外销，尤其是针对欧美、日本、新加坡等那个运销费用的补助，其实是蛮符合业者所需要的。除了农产品外销求生存，驻会陈吉仲也指出，出口应帮助其他国家，亲像新加坡，各外国进前向台湾提出采买农产品需求，由东南亚国家提出需要筹备援助，台湾用会跨情形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若食到药是青草一叶，若准是食唔到药，就是林松一招。面对着武汉肺炎，全世界拢在找疫苗甲药啊。不过，美国甲日本上最新的研究说讲，用来预防气流的卡介苗，都有法度提升咱人体免疫系统，至少有法度来对抗武汉肺炎。咱国内医生也讲，若准今年的天气开始反冷啊，就要注意流感以外，也要注意武汉肺炎。做一档就让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美国甲日本上新的研究发现，会当协助人体对抗引发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透过大数据模型计算发现，强制做卡介苗的68个国家，像法国、芬兰，武汉肺炎的确诊数甲死亡率拢明显较低。国内专家也认为，卡介苗会当帮助提升免疫系统，会当对抗无同的病毒甲细菌。你打过卡介苗以后，你的免疫反应整个会变好。不管对什么，不管对结核菌或对别的病毒，整个都会变好啊。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的先天性免疫反应。另外，有中国的感染症专家讲，今年热天无可能完全清除新冠肺炎的病毒，
而且有这后一波疫情应该伫咧11月份。伫厝国内医生讲，新型冠状病毒也搁伫咧继续演化突变，甲流感的模式差不多。尤其伫今年秋冬，真可能是流感甲武汉肺炎疫情同时爆发，民众的防疫袂当放松。等到天气凉一点，你的防疫措施松懈一点的时候，它就开始病人又变多。那个时候大概是7、8月以后的事情了啊。那反正秋天跟冬天呢，基本上是会认为是一个高峰期啦。也是临床试验的药啊，瑞德西韦，国外上新的研究报告讲，53岁断气并且有严重肺炎并发症的患者，使用药了，有将近70%的患者病情得到改善。这份研究也包括咱国使用瑞德西韦9岁重症患者，未来临床试验若搁再扩大，台湾的患者也能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世界欠台湾一切就未完全。咱台湾的生态研究团队有研发一种 AI 模型，伫咧几秒钟内就会当判断出来，像是肺炎的高危险患者有偌准的有92%，而且伫咧国际防疫竞赛当中，咱台湾队是拍出万定位，变作是唯一得奖的团队。另外，清华大学也甲哈佛大学合作，用大数据分析疫情的感染风险，其中伫咧台北市的感染性风险是上界悬的。使用一般肺炎甲本土武汉肺炎患者的细胞电光片，成大研究团队设计出一套 AI 模型，敢若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当体检出高危险的患者。这样子人工智慧的方式呢，可以协助医护人员，只要去聚焦在少数的可能的病灶区，去做人工专业的判断就够了。找准典型样本来标记肺炎的影像，再搁甲各个比例电光片来比对校正。这套模型准确度要到92%，判断时间拄人工判断的40分钟，减少到1秒钟。这款的技术嘛，互生态伫咧 WHO 甲面册等等单位所举办的国际防疫比赛当中得奖，变做2560个专案内底台湾唯一一个得奖的团队，嘛互国旗出现伫咧 WHO 的活动网页。我们非常高兴，而且心中感动的情形是无法用言语的。我们很高兴的，这次武汉肺炎有非常多人替防疫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能够帮一点忙的话，这是我们最觉得骄傲的地方。同款运用科技来防疫，清大团队是甲哈佛大学合作，运用人面册大数据分析，对人群的接触率来看，感染风险上悬的是台北、新北甲高雄。若是勘测到外关市的人口移动，感染风险上悬的是台北、新竹市，还有嘉义市。根据脸书的人潮的移动资料，可以找出比较高风险的传染区域。虽然我们要尽量避免到别的县市游玩，但是你在自己的县市里面也应该要减少跟其他人的接触。学者指出，武汉肺炎的接触传染风险，伫咧县市内移动比下县市的远距离移动更较悬。这嘛表示，移动的距离毋是感染率的重点，嘛是要看接触的人数甲时间。若是想要降低感染几率，上好也是尽量减少出门。若是相关的研究，嘛会提供予疫情指挥中心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旧年底，花莲有民众伫寿丰乡193关岛捡到2只乌色麻叶幼囝，因也观测到现场无麻叶公、麻叶母伫咧照顾这幼囝，这幼囝恐惊是活袂落来，就送到花莲县的野鸟协会去。经过4个月照顾，这2只乌色麻叶已经会当野放咯。野鸟协会也特别到志学国小来野放，或者学生囡仔知影讲生命珍贵。2只黑翅鸢伫笼仔内有一寡扑动，但拍开笼仔却有淡薄仔张毒，无定定是听到戴主任呼唤，一个啊点是飞走。这下国小的囡仔呼叫一声，赶紧下手道别。另外一只黑翅鸢重新得到自由了后，也搁停伫航远的树枝顶，看到囡仔，亲像有一寡唔甘。欢迎他回到大自然，对不对？这2只黑翅鸢是去年底民众伫寿丰乡193关岛上发现的，被送往花莲县野鸟协会，经过4个月照顾，判定会当野放，特别选伫寿丰乡志学国小4周围空旷所在野放，也替小朋友上一节生命教育课。将近10年前，在凤林附近出现第一笔记录，然后呢，这几年它繁殖得很快，现在已经从凤林一直蔓延到处都有。目的就是要让它野放，所以我们都不会跟它太亲近。
所以我食物放了我就走。黑翅鸢是立即保育类六角猛禽，有超悬的飞行能力，以鸟车类鸟仔甲虫为主食。野鸟协会呼吁民众，若讲拄到这类的细只鸟仔落伫涂骹，千万唔通乱捡乱吃，应该随通知野鸟协会来处理，才袂互黑翅鸢无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善恶教条将诱捕天理昭彰，唔是无。有环保公司甲人摕6亿处理一寡垃圾土，说甲即寡物件倒伫大安溪甲落水溪附近，这款失德行为也影响到水源甲农作物。彰化地检署也针对着这8间环保公司提起公诉。伫咧河川的所在，甲土挖起来做采样。彰化地检署年外进前接到民众检举，自来水将化二水净水厂边啊，红倒废弃物，长期一直有臭味。后手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发动大规模敲锤6解，发现业者伫咧大安溪、落水溪附近倒垃圾土，甲可能危害环境的物件，拢总14万吨，违法赚到的钱超过6亿。该公司为节省成本，未按环保机关许可的方式任意弃置及堆置废弃物，弃置的地点均在攸关民生用水、农业灌溉安全的水源地、河川地、农地等地。检方侦查的行动，互有名的大厂事业废弃物的流向逼出来，友达、军创、南亚、正良等等的企业委托关环武、东开科技、中信等等环保公司处理垃圾土。不过业者涉嫌开假发票，无处理就交予几啊间沙石仔公司倒伫台湾西部40外位的产林，甲无咧用的鱼温啊，搁有河川行水区。环团认为这毋但是环保的问题，也搁是真严重的食安问题。高科技厂用的物质其实都是致癌的，或是非常毒。这些农作物可能有些都在卖给全台湾的人民去食用，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食安的问题。检方最近侦结这个案件，甲8间环保等等的业者26个人以毁惩罚提起公诉。起诉书嘛讲到东开科技姓詹的董事长，捌伫环保署食头路，对相关的法令是真熟手。不过伊煞否认有违法，业者知法犯法，嘛互检方请求法院爱甲裁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保障偏乡部落用电的权益，也兼顾文化生态，屏东县政府甲部落合作，伫13间石房厝的厝顶装太阳能发电设备，无破坏石房厝，也无改变部落的生态环境，也互部落变作是有电通好用。马家乡排湾村的时代，同齐吟唱歌谣，欢喜要启用古法湾部落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聚能系统正式启用。古法湾部落演过是屏东大型的排湾族部落，也有完整的石板厝群。不过因为交通、教育和医疗拢真无方便，民国63年转迁去马家乡排湾村。10多年前，莫拉克风台造成古法湾部落规个无电、无信号。发电机其实对我们来讲很不方便，有时候没有油啦，然后来这边就是要安静嘛，发电机又很吵。那太阳能你就放着，它就有电啊。让我们充电或者让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让我们方便，光亮这样就够了。当地族人虽望希望用无电部落来发展生态旅游，不过也是有用电的必要。官府为了保障族人用电的权益，兼顾文化生态，特地修复好的13间石板厝，到太阳能板和欠电的设施，而且部落内底的太阳能设备，准讲若拄到风台，也是做大水。要个会使刷去别位。既然要发展观光，那么可能基本的电力。族人为了维护当地生态环境，选择用太阳能来发电，和科技和传统共存。屏东古法湾部落的能源转型，也是绿电发电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口湖波北社区的路边，有一个卖甘蔗的欧巴桑，伊是一个泰国人，30多年前过来到台湾，到今也已经70岁啊。也因为办身份证的工课较高干，而且介绍也无俗，一直是办不成。伊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成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台湾人。阿妈，你有号吧？你家的生日有号吧？用台语甲伫咧路边卖甘蔗的阿嬷问好，1年一个新住民3不5时，就甲其他姊妹专工口味车来，甲伫咧云林口湖乡波北社区摆搭卖甘蔗的泰国籍阿嬷交关。今天是特别来看阿嬷，跟阿嬷捧场啊，因为阿嬷也很辛苦，每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然后看到她都很辛苦，在这里削甘蔗啊，她的甘蔗很好吃，然后我都会路过，然后来跟她买，跟她捧场。这个泰国籍阿嬷叫宋马西诺，伊今年70岁啊，为泰国过来台湾超过30年。
2档外前，伊的先生过身，只剩伊一个人伫咧顾一个甘蔗担，一工卖9点钟，扣掉成本，差不多只赚500块。阿嬷讲日子虽然无讲偌好过，毋过三不五时就有遮新住边的朋友来相催斗相听，伊是真感恩。真欢喜的，人来买甘蔗。啊，你敢有继续想要留伫咧台湾？有啊，咱较方便用安尼啊，咱转去，咱也毋知要做啥物啊。宋马西诺阿嬷代志是讲了不了顺，伊讲伊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使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规划做台湾人。毋过因为办理身份证的点数真高工，申请的经费差不多要3-4万块，怎无办？华山基金会志工希望大家若是有经过埔北社区，会使倒买，甲阿嬷支持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一人担一担也会贴成山。伫咧中华新港大同国小，这几年啊，因鼓励学生囡仔甲头毛留好长，结果加入来，则互低调感情囡仔，互因做假头鬃，互囡仔人知影讲，做好代是人人拢有才调的。囡仔仔徛几排，拢留乌心心的长头鬃。中华县新港乡大同国小的小朋友特别来找村长夫人，请伊免费替因家头鬃。囡仔讲，这头鬃有特别的用意。为了这一次的捐发，我留了2年的头发，为了就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头发的人，帮他们做假发。关头毛互得到感情的囡仔，毋但大同国小的学生响应，小朋友也招家己的阿嬷做伙做好事。他就跟我说，回去的时候跟阿妈说，阿妈，我们学校要剪头发呢，也说要帮助那个有癌细胞的人，他们有做化疗啊，头发都会掉光光啊，然后他就约我再来剪了。我说好啊。新港乡大同国小为特别感谢地方对学生囡仔的照顾，邀请学生留长头鬃，村长夫人也免费做义工替囡仔剪头毛，逐年拢有真侪学生支持。即阵就连婚姻关西里镇东南国中也做伙加入，和大同国小做伙替感情的囡仔尽一份力。东南国中的姐姐们知道大同国小的孩子有这样的爱心，这次也搭了大同的顺风车，捐了32束的头发，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捐到彰化基督教切肤之爱基金会，希望能够带动社会善的风气。一包一包剪落来的头鬃，拢是囡仔用心计较，留俾我2年才有的心血。因希望这份小小的心意，会使帮赞做化疗的人，互因有水水的头毛，增加勇气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马在全台湾各地头早暗的天气会较凉冷，民众就注意天气的变化。最近天气侪变化，民众出门就要加脱领衫。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4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奥地利看北极熊仔镜，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